对中国寄来台湾所拍影片鼓吹武力统一台湾的梦情刘真阿，是已经去予政府废止移情许可。即阵经过内政部相关单位的调查，发现还有14个台湾人冒摕中国身份证去向废除户籍。 这场军演绝对是迄今为止威慑力最强、最具攻势的演习。也许明天早上醒来，宝岛上已经插满了五星红旗。为中国寄来台湾的梦情刘真阿，因为翕鼓吹武力统一台湾的影片，互人废止移情许可，10天内爱离境。针对个人有中国身份证的状况，内政部长刘世宏表示，经过移民署甲下部会的调查，已经有14个人因为有中国身份证废止台湾的户籍。 查证中的对象呢，到目前为止大约是40多人。然后经过移民署依照相关规定，同时我们也是有跟其他的部会来做跨部会的审查，已经通报给户政事务所，并且废止当事人户籍者有14个人。学者认为，中国对台湾有并吞的意图，台湾政府就需要提防中国的渗透。即马内政部甲有中国身份证的民众废止台湾户籍。学者分析，这趟团结台湾对民主体制的信念，对抗渗透。学者指出，为了对抗中国的意图，政府要明确画出言论自由的界线。为了爱互台湾内部呢，会当有一个凝聚。 团结，譬如讲反共啦吼，譬如讲对咱台湾民主的这个坚持，对这个线爱聊吼，咱会当采取德国式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界限，就是讲你武统台湾这种算讲是叛国罪，这种袂当作为你言论自由保障的这个范畴，这个批评咱的总统，这拢是足正常的代志。但问题是你袂当主张讲哦，咱台湾毋是一个国家。学者指出，国家的安全安宁是上重要的代志，徛伫这个基础顶悬，咱就要明确定出言论自由的范围。学者激励，德国的言论自由稳准人民批评政府，但是袂用伫违反宪法主张纳粹主义，争夺优越。像安尼伫保护国家的前提之下，定出言论自由范围，是台湾政府会使思考的方向。记者郭文正由台北报道。